这个停车场原本是一个平面的停车场，只有70-90。那我们透过前瞻建设的补助呢，把它变成是一个有200席汽车格位跟45席机车格位的立体停车场。那相信对于这周边的停车供给的这个增加，一定有非常大的帮助。那同时，我们也在这个立体停车场里面做了多目标的使用。我们1楼是提供东门微下里的活动中心。那透过市政府各机关的协助，我们让这个公共设施的用地做到这个发挥最大的这个功效，采用了强化的耐磨地坪哦。那这对于这个汽车在这里面的噪音可以降到最低。那另外原本基地里面有一棵很大的老榕树，那我们也透过建筑的设计，把榕树跟立体停车场结合在一起。让民众进来使用这个立体停车场的时候，可以感到绿意盎然，而且采光、通风都非常的好。那希望各位市民朋友可以多多来使用。附近的所在因为较欠缺的就是停车位啦。原有的迄落迄活动中心，就是因为年久年久，所以已经无法度使用啊。基本上咱不管是迄落室内的课程，包括阮即摆进行中的、咧接受中的长照中心要来进驻所以这嘛是对咱家里民的福利啦。这个活动中心它本身也就是跟我们的18立体停车场的一个共构所以它一方面也解决了在地停车的问题，另一方面也让我们的包括东门、微下里2里的里民能够在我们这边充分的去做利用，整个空间的一个利用上面呢，办理相关的一些包括亲子活动包括老人照护的活动、健促活动等等我想这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活动的一个空间。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请启动，让我们新建我们东区今年入立体停车场，这里的好，这里的棒，带动了我们。今天非常高兴，共同迎来我们新的多功能停车场以及多功能利用的设备的这个揭幕。这个地方的停车场总共可以提供200个汽车停车位，44个机车停车位，可以有效解决这边密集住宅区的一个停车需求。还有一个部分，因为这个地方寸土寸金，我们实在找不到地方来新建活动中心了所以说把活动中心盖起来，在周边的里民或民众有一个好的活动的空间，居民又可以有停车，或者来访客这边有停车。可是我要特别强调是这个部分有多亏前瞻计划里面的停车场的补助，所以才可以配合地方的这配合款，能够成就这个好的事情。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3月4号礼拜2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世界3大食品展之一的日本东京国际食品展，3月11号将在日本东京国际展市场盛大举行。台南市政府今年再次带着咱在地优质的农渔会、食品加工业、甲特色伴手类业者去参加展出，共同打造台南馆。延续台南400文化古都热闹的氛围，要将咱台南优质的产品推向国际市场。2025东京国际食品展将伫3月11到14，伫日本东京国际展市场来盛大举行。台南市长黄伟体将带领台南的优选农渔业者，包括在地优质的农渔会、食品加工的业者，以及特色伴手类品牌等优选的业者来参展。共同将台南优质的食品拍入去亚洲甚至世界。些年来，我们的努力的包括芒果啦，包括凤梨啦，包括文旦，能够把它变成好的农特产品加工品，能够让许多世界各国的消费者或者是他们贸易商眼睛为之一亮进而采购。所以刚刚提到，不管是外国的加拿大或其他的国家，他们的厂商也会去逛东京食品展。当他发现这个台南馆很有特色，前面很多人的话，他们就有想来看。要不然东京一个食品展那么多摊位，他逛到眼睛都抽筋了，也不见得会逛得到台南馆。所以呢，把所有的台南馆的厂商集合在一起，变成很大的馆，让大家可以看得到甚或想要靠近来走一走、逛一逛，然后一走一逛就变成
被我们吸引住了，然后被这么多好的产品吸引住了，然后能成为我们以后就很固定、稳定，而且是大量进货的厂家，这是我们的目的。市长强调，参展不是目的，只是兼顾利益。虽然食品展台湾馆有真侪馆区来参加，但咱的对手不是其他馆区，是其他的国家。这届台南馆有侪种商品强势来登场，市府农业局嘛精选超过100种以上的优质产品来参展，包括有新鲜的果品、果干、果汁，有文旦系列、黄金荞麦等。真侪农渔加工的食品，希望会用来吸引亚洲甚至世界各国消费者的喜爱。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全台上计大，拥有25000个座位的室外棒球场亚太城棒主球场，今年1月完工。台南市政府特别召开记者会，向市民报告。最近伫亚太城棒主球场举办台韩职棒交流比赛7次的结果，同时佮邀请韩国 NC 恐龙队教练李浩俊以及球员朴明宇亲身来到记者会现场，分享因的感想，希望透过各方面的意见，让亚太国际棒球园区会当更加好。市长王伟霆表示，亚太城棒主球场完工了后，已经进行10场交流赛事，包含2场无开放台湾甲南非的交流赛，8场台韩职棒交流赛，队伍不分国内外，全部拢好评不断。2025年最后一个城棒足球场完成，也是难度最高的球场。那总共可以容纳25000个座位。那其实这次的测试比赛当然发现有一些小小的瑕疵，那我们会在最短的时间内把它改善。那也谢谢客人跟我们台湾的6大这个职棒球队来使用这个球场，都有不错的评价。那但是好还有更好，没有最好，只有更好。韩国 NC 恐龙队教练李浩俊以及球员朴明宇也拢欢喜分享伫亚太城棒主球场比赛术士感想。那来到台南，接受到大家的欢迎，感觉到无比的荣幸，然后谢谢大家这么的支持我们，然后在这么高张力、高水准的一些职业团队的协助下，让我们完成了7场比赛。希望我们还有机会能够再来到台南做异地训练，因为 NC 有到美国，也有在韩国，他们自己有足球场，不输给这些球场。以亚太球场的设备来说，作为一个球员是一个很开心，然后能够在这么好的设备上打球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不止外国朋友娱乐，国内部分台港雄鹰、透英赛等队伍也拢表示，亚太是真好球场。休息室、牛棚甲室内打击区拢清获好评，也希望未来国内外相关球队拢会当来到这个完善的棒球基地办理赛事。记者张秀维采访报道。厝龄超过32档的北区公园里活动中心，因为建物老旧，结构安全有疑虑，所以北区区公所为去年2月份开始进行内定补强的工程。经过10个月时间，4号举行完工典礼，由王伟霆市长亲身来启用。请拿好伞。北区公园里活动中心4号正式完工启用。这栋建筑超过32档，市府积极推动公共建筑内进补强，替结构安全把关。这回总共投入1980万的经费。对于既有的活动中心，也要全面的检视，凡是有结构还不行的，我们还是要耐震补强；外表不行的，我们就要拉皮。那外表跟结构都不行的，甚至已经破败不堪了，我们就要重建。所以呢，在我们任内已经这个有26个活动中心是这个新建的，那耐震补强包括拉皮的总共有41座。因为伫台南公园边啊，所以甲8档菩提树啊加入造型意象，非常的水，甚至也阁互人误会讲是民宿。同时，活动中心周边有台南甲各个商店组织，因此有新住民来进驻。一个楼层是租给教会，来作为新住民他们平时一个交流及聚会、上课的地点，也是我们代表我们的台南来照顾我们
外籍移工来到我们台南工作的时候的一个集会的场所。30年前第一批的太极移工移进过来之后，因为离火车站很近，又有公园，他们可以聚在一起，就慢慢的形成了东南亚聚落。所以我们今天邀请的是印尼、泰国、越南3位老师，把他们的传统文物拿出来展出。北区公所展现另类的国民外交，特别是市站楼扣掉活动中心使用，其他楼站使用率相当的高，一档的租金收入就破8万，整体建筑的安全性提升了后，是予当地完善的公共空间。台南新闻所在采访报道。每当2月初开始是春暖花开的季节，位伫中西区图书馆边仔洋红枫林木已经开甲真水，吸引不少民众去现场翕相。尤其是为图书馆3楼看出去，米白色的窗啊，配上粉红色的花蕊，是更加美丽。就连市长黄伟哲嘛伫脸书翕相打卡，所以这个所在嘛被网友号称是全台上水的古迹图书馆。台南市中西区图书馆自2022年开馆以来，因为展览的创意空间，去予广大的网友学了是全台上水的古迹图书馆。加上最近，予我一张洋红枫林木的盛开，一团一团粉红色的花蕊炸开，甲着图书馆白色的窗仔台互相来辉映，更加美丽。咱即马所在的位置就是我们全台最美的古迹图书馆，就是我们中西区图书馆。那这里以前，从1935年开始，就是我们的原台南州会，就是以前议会开会的一个地方。那后来经过把它列为市定古迹，那也经过整修，把它恢复原来的样貌，那变成我们现在的一个区的一个图书馆。那等于说是把以前的古迹建筑的特色保留，那结合新的现代的一个图书设备，融合在这一个空间里面。那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刚好窗外又有一棵我们的洋红枫林木，那每年到了2月的时候，它就会开花，那盛开的景象，你从图书馆外面往外看，真的是非常的漂亮，非常的美丽那所以也被网友号称为我们全台最美的古迹图书馆。中西区长蔡家富表示，因为洋红枫林木的花期底大约只有3到5礼拜，距离228进前，市场的面册拍卡盛开的状况，过了1礼拜就开始落。但甲原台南州会市定古迹互相来对照，会用个坐伫全台上水的古迹图书馆内面来看册、阅读，世界拢看会到窗仔外美丽的风景，嘛是人生的一大幸福甲享受。台南新闻林英根采访报道。旅游景点、私房秘境拢底家，特色美食乐利哉，生活时事抢先报，中嘉新闻周报，深耕在地，放眼全国，掌握最新地方资讯。每周6下午1点，就在高雄都会台。113年度台南市公园绿地管理委员会考核结果伫日前公布，其中东区区公所旗下区公所第1组的第2名。东区的崇德公园，则是伫全市60个考核的公园当中得到第1名。里长陈福来表示，非常感谢志工，1礼拜6天用心摒扫，拢无停困，真正是足甘心的。公园就是都市的戏，所以主体边闹公园就是加分。这座84年的起好的东区崇德公园占地0.42公顷，虽然无大，不过却有100年的久功，成为社区的精神象征。来到中心，这2丛历史悠久的夫妻树，更是吸引长辈爱伫树骹笑亲行棋。公园内各种树木、花草的营造，互整个环境相当的清幽。而且难得的是，伫平地也看到2种樱花，其中和田樱到现在也盛开，成为注目的焦点。加上游戏运动设施完善，不时地吸引社区民众来遮行踏。
公园很整齐，然后就是维护的还不错，然后有那个小朋友喜欢的一些它比较小的它可以使用的设施，然后其实它的绿化不错，就是没有像很多公园都那个比较少绿化，然后就土壤比较多，就是它在烘焙刷会比较多这样。有这样优雅环境，加上有志工，每一天5点就起来整理摒扫，更是社区的福气。长久以来，大家欢喜心的付出，早伫民国92年，并甘地迄选全市第一。这回113年度再次摕下第一，一点仔拢无意外，因为不时得爱保持清气淡淡。其中92年所申请校网罩建设的生态池，要维护管理更无简单。不过，伫志工的用心，到达每一只鱼仔拢肥足足，成为公园一大焦点。伊这水有较浅吼，为了安全性的问题，所以每礼拜爱愈一届，因为浅哦光合作用青伫咧生足紧。啊，你要保持水水啊吼，你就所以爱逐礼拜整理一届安尼。啊，有即个环境安那整理哦较水哦，啊，佫有即个义工哦，伫斗处理吼，啊，所以。看起来咱的环境较水吼，啊，心情就较好。为了这群志工的消停，甲里面共同维护，嘛互担任林永林的里长，但后来感觉足甘心。阮10几个志工的公园志工的早时啊，拢5点的，啊拜到拜6的，拢来这个公园扫地安尼，啊小弟非常感谢这志工的，这20几年来。足感谢阮崇德里所有的乡亲对阮崇德里他们志工共同的维护，靠今仔的成果。崇德公园第一。台南新闻军籍采访报道。114年全国地方议会议长杯倒球锦标赛3月4号开始伫桃园举行。出发比赛进前，台南市议会特别举行授旗仪式，由议长曲丽丽亲自为代表队授旗。预祝大家再创佳绩，为台南市争取公赢。全国议长杯倒球锦标赛5日伫咧桃园开拍，台南市议会3日下晡举行授旗仪式，由议长曲丽丽亲自为台南代表队授旗，预祝旗开得胜，再创佳绩。台南市议会不论是议员的团队，或者是同仁的团队，都是表现非常超强的这个实力啊。那我们去年呢，也得到了这个个人的冠军，或者是团体的这个冠军呢。所以我们这次非常的有机会，希望能够把冠军的奖杯再次的留在台南市议会。那我们这次的阵容非常的坚强，那希望我们全部的台南市民为我们加油。代表台南市参赛议员有队长李启维、队员陈黄宇、黄兆辉、施玉兴旺、周家伟、郑嘉欣、李宗麟、陈秋红、沈家凤等议员。队长李启维表示，这段时期大家认真练球，相信一定有好的成绩。我们去年的成绩都相当的不错啊，不过我是说员工组啊，议员要再加油啊，这个不过我觉得去改这个男女分开。这个赛制加上这次我们大家也都这个热衷于练球相信应该也会再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成绩会再提升，大家有没有信心？有！加油！议会嘛派出去年冠军组合，誓言要将冠军荣耀留伫咧台南。去年是拿到什么成绩？第一冠军啊，女团第一，员工组。那今年呢？今年打算做一忘一，做一忘一，好不好？有信心吗？有，还是要一定要这样讲吧？要啊，加油！我们尽力，尽力。议长曲丽丽、副议长林志典分别担任领队甲副领队，议员李启维担任队长，议员李宗翰、陈秋红、朱正轩、黄兆辉、周家伟、李宗麟、陈黄宇、王宣茂、施玉兴旺、沈家凤、郑嘉欣、谢淑凡、黄立昭、林恩九、林美恩，秘书长严成奇以及多位职员工参赛，大家用心练习，希望会当延续去年的战力，再创佳绩。记者张秀维采访报道。中西区5条港里社区关怀据点持续规划系列的课程，要让长辈活到老学到老。这回首次开设非常特别的果冻花的课程，用天然的颜料，教长辈制作果冻花。
参加的长辈拢变成艺术家，伊嘛拢感觉相当的新奇趣味。拿特殊的花针插进果冻里，稍微转个角度，色彩缤纷的花瓣逐渐成型。为了让视觉上增加立体感，通常会分2层制作，可以说是相当搞刚。做的时候觉得好像就灰，但是用起来是足水的安尼。这些感觉头一遍啊，这些感觉也是不是我是第一次看到的，所以做起来很有成就感。5条港里的社区长辈们做起来超有成就感，因为请到的老师不一般，是由荣获多项国内外甜点与创意料理竞赛肯定的郑静娟亲自指导，从调制天然色素、掌握打花技巧，到完成独一无二的果冻花作品，让长辈感受到艺术与美食结合的乐趣。椰浆的白色冻提，然后用颜色，比如有火龙果汁、蝶豆花汁，还有那个抹茶粉、草莓粉，全台湾、全世界都有在做这个果冻花，是蛮普遍的。然后纯素，什么人都可以吃，什么人都可以去做。看到郑老师把迄土地公做一个生日的迄个蛋糕是用果冻花来去做的，看到是有够惊艳的所以我要甲郑老师问讲，迄个郑老师在甲阮教，伊讲他要排时辰啊，排时间啊，社区阮一直人员拢做踊跃所以就分这3期来办，融合美学、创意与美味的甜点盛宴，连续3场的果冻花手作课程，全靠里长促成。看着一颗颗栩栩如生的立体花朵绽放在透明果冻内，是真让人舍不得吃下肚。其实果冻花健康又美味，还能依照个人喜好调整口味，非常适合作为伴手礼。记者孙怀谈的报道。这位52岁女士罹患胰癌第3期，接受标靶药物治疗的时阵，时常有歹腹肚、腹肚无爽快等等的副作用，予伊根本就唔敢出门。经过7日病院3个月尾中医药调理以后，除了歹腹肚有明显改善以外，嘛疏解头痛甲失眠的症头。台南市立医院中医师杨之令指出，在癌症治疗过程，腹泻是最常见的副作用。其中一位高女士就因为罹患乳癌3期，完成手术后持续用标靶药物治疗，结果一天要腹泻7到8次，加上不时腹痛，身体相当虚弱，根本不敢出门。后来经过中医部癌症特别门诊3个多月的调理和针灸治疗，除了腹泻明显改善，也舒缓头痛和失眠症状。我们就是帮他慢慢的帮他调理，就是主要是强健他的脾胃机能，然后再帮他做一些补养气血的动作，然后我们还有加上很多针灸的治疗一些脾经、胃经、肝经的穴位，然后来帮他舒缓他的这些副作用。高女士因为药物副作用折磨半年后，透过中医药介入调整体质得到改善，也让她愿意现身说法，提供患者在抗癌过程很好的参考。记者郭文吉台南报道。感谢你收看3月4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秦碧纯，咱再会。又有人上当了，有钱要进来了。
只要你敢领，警察一定抓到你。抓到也不会那么严重啊。打诈新四法上路，严惩诈欺犯，骗越多关越久，最多关12年，最重罚3亿元，提高假释门槛，犯3次不得假释。要让诈骗集团想骗的不敢骗，已经骗的会被抓，骗到的没得花。守护诈骗被害人，提供被害人多元协助，有疑虑就打165，让政府来帮你。打诈新四法，加重刑罚，共同打诈。现身和投资群组，传授心法，保证获利耶！下载 APP， 投资储值。等一下，我没有开任何投资群组，这个是诈骗。打诈新四法上路，扫荡投资诈骗，严惩诈欺犯罪，最重关12年。有疑虑就打165，让政府来帮你。打诈新四法，加重刑罚，共同打诈。等一下。那个杨秀慧是假账号，政府为什么不管不抓啊？国之将亡，必有妖孽。那想啊，没政府啊要是我一定立法严办严惩，增加更多的打诈工具。这边有啊，打诈新四法上路喽！每当个计划名怕公狗，严惩诈欺犯罪，最重关12年喽！全民来打诈，反诈165，反诈有你我。打诈新四法，加重刑罚，共同打诈。还记得演练抗震保密3步骤吗？我记得哦，趴下、掩护、稳住。当发现建筑结构毁损且评估不可久留时，这时要带着避难包前往避难场所紧急避难。说到避难，全民防灾1点通或消防防灾1点通 App 可以查询最近的避难收容处所及导引。发生灾害一定要冷静，更要记得以上紧急避难方式哦。节能省电救荷包，爱护地球一起来，消灭用电怪兽打作战，请你跟我这样做。消灭冰箱怪兽这样做，避免阳光直射，距离墙面10公分以上。定期清冰箱，让内部冷气流通。热时冷却再放入，减少耗电量。不要频繁开关，压缩机运转很耗电。消灭冷气怪兽这样做。温度设定26到28度，家电扇助循环。睡觉定时4小时，滤网2周洗1次，提高降温效率。冷气启动最耗电，切勿频繁开关。换购冷气时 ，CSPF 值越高越省电。灯光照明占家用电量10%。消灭照明怪兽这样做：更换 LED 灯具省电50%。灯具定期擦，提高光源效率。善用日光效益，不开灯不耗电。随手关灯，随手关灯，随手关灯，打击耗电小怪兽。煮饭前先浸泡，缩短烹煮时间。随手拔插头，家电不待机。累积衣物一起洗更省电。选购有节电标章、效率1级的产品。随手关灯，节能减碳，减轻地球的负担。又有人上当了，有钱要进来了。只要你敢领，警察一定抓到你。抓到也不会那么严重啊。打诈新四法上路，严惩诈欺犯，骗越多关越久，最多关12年，最重罚3亿元，提高假释门槛，犯3次不得假释。要让诈骗集团想骗的不敢骗，已经骗的会被抓，骗到的没得花。守护诈骗被害人，提供被害人多元协助，有疑虑就打165，让政府来帮你。打诈新四法，加重刑罚，共同打诈。现身和投资群组，传授心法，保证获利耶！下载 APP， 投资储值。等一下，我没有开任何投资群组，这个是诈骗。打诈新四法上路，扫荡投资诈骗，严惩诈欺犯罪，最重关12年。有疑虑就打165，让政府来帮你。打诈新四法，加重刑罚，共同打诈。等一下。那个杨秀慧是假账号，政府为什么不管不抓啊？国之将亡，必有妖孽。那想啊，没政府啊要是我一定立法严办严惩，增加更多的打诈工具。这边有啊，打诈新四法上路喽！每当个计划名怕公狗，严惩诈欺犯罪，最重关12年喽！全民来打诈，反诈165，反诈有你我。打诈新四法，加重刑罚，共同打诈。还记得
演练抗震保密3步骤吗？我记得哦，趴下、掩护、稳住。当发现建筑结构毁损且评估不可久留时，这时要带着避难包前往避难场所紧急避难。说到避难，全民防灾1点通或消防防灾1点通 App 可以查询最近的避难收容处所及导引。发生灾害一定要冷静，更要记得以上